大家好，我係奇哥，今日就想同大家一齊行下蘇格蘭 Fife Dunfermline 呢個城市裏邊咧一個好特別嘅活動。事緣呢，我5月尾嘅時候咧就去過呢個 Dunfermline 嗰度周圍行啦。本來咧呢一個城鎮咧，其實佢人口就好少嘅，大概係一個沙田區咁樣幾廿萬人口嘅一個小城鎮啦。咁但係咧今次去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個好墟冚嘅情況，成條 High Street 咧都泊唔到車。喺打聽之下咧，我就知道咧原來有一個好大型嘅慶典咧係舉行緊。呢一個慶典咧就叫做 Brews Festival。Brews Festival 嘅舉辦目的咧，其實就係紀念 Robert the Bruce。佢好英勇咁樣帶領蘇格蘭人趕走英格蘭嘅入侵者。嗱，相關嘅歷史情節其實喺一部好著名嘅電影 Braveheart 裏邊咧，其實都有講過嘅。咁 Braveheart 嘅主角係 William Wallace， 就唔係 Robert the Bruce， 但係 Robert the Bruce 喺戲裏邊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戲份嘅。嗱，講翻呢一個 Brews Festival 本身啦，其實咧佢已經係舉辦咗19年嘅啦。每年大概係5月尾咧舉行嘅，咁舉行嘅地方咧就只有 Dunfermline 呢個城鎮一個，所以咧就非常之特別。咁我行過去嘅時候咧，就知道原來呢個咧係喺一個好大嘅公園裏邊舉行。呢個公園咧都好靚下嘅。起初進入呢個公園嘅時候咧，經過都係一啲賣手工藝啊、飲飲食食嘅現代攤檔。後來到我行入啲呢一個節日慶典嘅中心部分嘅時候咧，就開始見到好多唔同嘅景象。我見到咧有一啲人啦，特別係檔主啊，佢哋身穿住中世紀嘅衣服，亦都喺佢哋嘅攤檔裏邊啦，坐喺度唔係賣嘢嘅。佢哋竟然咧係可以有一啲中世紀嘅物品啦，可以俾大家去玩。咁我自己咧亦都玩過下佢哋嗰啲武士嘅劍啦，而我亦見到咧有啲攤檔咧重現翻中世紀係點樣去煉鐵打造一啲金屬嘅工具，真係好過癮啊！我最初以為呢一啲身穿中世紀衣服嘅檔主啦係受僱於大會嘅一啲演員，後來同佢哋傾談之後咧，就知道原來佢哋每一位咧都係熱愛中世紀歷史或者手藝嘅專業人士嚟嘅。喺參觀呢啲中世紀攤檔嘅期間咧，就聽到後邊嘅群眾咧有大量嘅歡呼聲、喝彩聲，咁我就即刻行過去睇下咩事啦。喺人頭之間咧，就見到2名騎士，佢哋面對面咁樣衝向對方。咦，再睇真啲，呢個騎士嗰個服飾係好講究嘅，而且咧佢哋咧係騎住真馬，身上面嘅盔甲咧亦都係全金屬。一邊咧就係着住英格蘭嘅騎士服，另一邊咧我相信咧就係蘇格蘭嘅騎士服啦。佢哋似乎咧係重現緊中世紀騎士嘅一個騎槍競賽。嗱，騎槍競賽嘅玩法咧就係由2名騎士佢哋面對面咁樣衝向對方，然後透過一支叫 lance 嘅武器將對方咧係嘗試係推落馬。咁呢支 lance 係鈍頭嘅，但係咧呢個表演咧都非常之刺激。現場就見到有唔同嘅參加騎士啦，有男騎士有女騎士，佢哋咧係好明顯非常之熟手，有好熟練嘅騎術啦，亦都係有好熟練嘅劍法，可以睇得出咧，佢哋就算被擊落馬啦，都係好懂得點樣係着地，唔會受傷嘅。我睇得非常之刺激、精彩，亦都好緊張。大會咧仲有一個旁述去介紹每一個唔同騎士嘅一啲專長啦，同埋攻擊手法，所以咧令大家睇到津津樂道。
睇完騎士之間嘅比武呢，其實現場呢都有步兵嘅表演。步兵嘅表演呢，睇落去就係一個 war game 嚟嘅。佢哋主要呢就係重現翻古代步兵佢哋嘅戰法啦，同埋一啲武器嘅技法。見到佢哋嘅服飾呢，真係不得不讚，真係好講究，完全唔係呢淘寶嘅貨色咯，係一啲睇落去可以話係拍電影級數嘅一啲裝甲啦、防具啦同埋武器。睇完呢一啲咁樣嘅表演啦，我覺得呢真係好精彩。似乎好多參加者啦，或者係可以見到，其實蘇格蘭都仲有好多人呢對於 Robert the Bruce 嘅事蹟呢係好熱愛。佢哋呢都係好熱衷於去重現翻當時嘅嗰一段歷史啦，同埋生活形態。我下年5月左右呢都會繼續嚟睇呢個 Bruce Festival 嘅，因為覺得大會舉辦呢個活動呢真係好有心，亦都做得好認真，非常之好。今集我哋呢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咯，拜拜。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嘅話呢，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仲要撳埋個鐘仔。如果有啲咩題材想聽嘅話呢，記得喺留言區嗰度話俾我哋聽。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